间被曹操给灭了。你说他这心里有多气呀？这个袁绍有多气我不知，但我知耶逆风翻盘有多爽。此话怎讲？故占据北方，趁扬州注意力在赤壁战场时，5万骑兵长途奔袭建业，恰逢天降暴雨，故水淹建业，扬州不战而降。率土之滨，赛季制地缘战略游戏。你玩，你也能当位面之子。公元199年4月，中国的北方即将进入夏天。此时，一支军队为讨伐敌手，毫无顾忌地渡过黄河，并在一个叫射犬的地方痛歼敌人。在军阀混战的汉末，射犬一战实在没什么知名度。但是，谁也没想到，就是这场规模不大的战役，却成为一根改变历史走向的导火索。当时，整个天下最具雄心的2大势力，因为他的搅动而提前火并，并将决定着天下的格局。河内郡原是袁绍的势力范围，他统领着当时最为强大的军事集团。而率军渡河来犯的袁绍并不陌生，他是自己的故人曹操。在过去的数十年里，袁曹2人曾同点进军，结为兄弟，共同诛宦官，反董卓。2人又互为背靠，逐鹿中原，为兼并群雄，携手并肩。且心照不宣地以黄河为界，各自发展着自己的势力。袁绍收河北，曹操图河南。然而，所有的这些默契，都随着199年初夏的到来，瞬间烟消云散。这一年，正值袁绍全力围攻公孙瓒的关键时刻。曹操突然以助其进攻公孙瓒为名，进入河北，逼近袁绍的老巢。这便意味着，曾经并肩杀敌的2位故人，将开始不可避免地走向兵戎相见。公元170年前后，在洛阳某地，一场热闹的婚礼正在举行。喝呀！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，你这就不行了！快喝，快喝呀！来，先喝我这杯。欢笑嬉闹中，谁也没料到，有2个年轻人已翻墙入园，正在盘算着如何抢走新娘。好酒量啊！
这都不行，可是海量啊！进贼了！有贼呀！来人抓贼呀！这个故意大喊有贼的人是曹操，而他身边的那位，就是不久后将权倾天下的袁绍。哪有贼啊？没看见。屋子里的人听到喊声，纷纷跑出来观看。曹操和袁绍趁机走进新房，劫持了新娘。干嘛呢？就在两人准备逃走的时候，袁绍却误陷荆棘丛，动不了了。贼在这里！贼在这里啊！曹操灵机一动，故意大喊大叫，吓得袁绍直接从荆棘丛里蹦了出来。两人这才得以逃脱。等等我！这是《世说新语》中记载的一段故事，是否属实，现在已无从考证。但无论真假，它都让我们在审视两个人时，多了一些更复杂的想象。如果我们将新娘换成天下，这何尝不是历史的一种隐喻？来，今日不醉不归呀！这点酒量，来干！抛开这段轶事不论，事实上，袁绍和曹操这对汉末双雄的故事，确实可以追溯到他们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。这就不行了。根据汉代人才选拔方式，公卿子弟一般在15岁时要赴洛阳游太学，成年后经过举孝廉，便可进入仕途为官。袁绍与曹操在青年时代，都经过这样的路径进入官场。公元188年，外戚何进为了加强守卫京师的力量，新建了一支禁卫军，称西原8校尉。当时，袁绍任中军校尉，而曹操为典军校尉，两人由此结盟为兄弟。公元189年，董卓进京，8校尉不能与其抗衡，袁绍与曹操等人被迫出逃。次年，他们又相约在各地起兵讨伐董卓。这对曾经并肩作战的朋友，从此开始各自经营自己的势力。袁绍出生于4世3公之家，凭借其高门威望，广交豪杰，被四方英雄视为人杰。公元190年，袁绍以渤海太守的身份起兵讨伐董卓。他因声望冠于中原，被推为盟主，驻兵河内。此次举事，袁某不才被推为盟主，定不负众望，早日与众英雄直捣帝都，铲除董贼，迎回陛下。铲除董贼，迎回陛下。公元191年4月，董卓去世，讨伐他的起义军解体，大混战开始。同一年，袁绍又靠着士族大家的声望，不费一兵一卒，得到了物产丰富的冀州。有了冀州的根基，他又计划东攻青州，西击黑山，北并公孙瓒，合府戎狄，意图据青、冀、幽、兵4州之地，南向以争天下。与之相比，家世并不显赫的曹操，则选择了另一种起家之路。早在18路诸侯讨董卓之时，
曹操曾任奋武将军。当时，由于袁绍和各路诸侯心怀各异，谁都不愿率先出兵，这支讨董义军竟然迟迟按兵不动。袁绍每日只顾大摆宴席，歌舞升平。曹操几次催战无果，只好孤军出击。然而可惜的是，曹操的几千精兵不敌董卓麾下的数万人马。经过数日顽抗，最终曹操身中箭伤，大败而归。面对终日饮酒作乐、不思进取的诸侯，曹操失望了。持续了1年多的诸侯联军解散之后，曹操拒绝了袁绍的拉拢，开始独立发展。公元198年，曹操44岁，正走向人生的巅峰。3年前，长安发生了一场大混乱，董卓在长安被司徒王允和吕布联手刺杀。董卓死后，他的部下李傕、郭汜拥兵自重，引发了一场内讧。长安终于陷入了一片混乱。汉献帝为了自保，冒死从长安逃回了洛阳。时隔5年后，实现了还都。但此时的洛阳早已被董卓的一场大火烧成了废墟，实在不适合帝王居住。袁绍的谋臣沮授等人纷纷劝说袁绍抓紧时机迎奉献帝，将皇权牢牢把控在自己手里。然而袁绍始终没有采纳迎奉天子的建议，完美错失了进一步扩张势力的时机。其实，这只是袁绍之后一系列失误的第一步。不知是不是过分顺利的人生让袁绍缺乏危机意识，在此后的每一步行动，他都完美地避开了所有正确的方向。就在袁绍犹豫不决之时，曹操却先发制人，率先擒王。臣救驾来迟，望陛下恕罪。曹将军，你可来了！他说动汉献帝迁都自己的腹地许县，由此获得了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政治地位。如同少年时期的义士，曹操最终将汉献帝这个新娘掌握在了自己手中。有了汉献帝，曹操一跃成为朝中实权的掌控者，官居司空，假借皇帝的名义四处讨伐诸侯，扩张自己的势力。眼见曹操如今大权在握，袁绍眼红了，又动起了抢夺汉献帝的念头。袁绍派人跟曹操说，许都低洼潮湿，不适合做都城，应该立即将都城迁到舒适富足的鄄城。但是，真城是袁绍的地盘，送献帝去真城，这么明摆的意图谁都明白，曹操自然100个不答应。就这样，在汉末的军阀混战中，袁绍和曹操逐渐崛起为势力最强的2大集团。而伴随着双方势力膨胀带来的各种明争暗斗，也已预示着一场不可避免的决战。袁绍在河北起家的过程中，公孙瓒是其最大的障碍。一代名将公孙瓒
曾率领3000精锐骑射部队，白马一从，打得以轻骑著称、骁勇善战的匈奴人闻风而逃。日后名满天下的赵云，就是自这支部队中培养而出的。对于袁绍来说，公孙瓒绝对算得上是一个棘手的敌人。公元199年3月，袁绍设兵伏击公孙瓒。此时，公孙瓒已经穷途末路，被打得躲回了城中坚守，最后引火自焚。这场战争结束后，袁绍占据了幽州，兼并了公孙瓒的部队。至此，袁绍的势力空前壮大，他占据幽、冀、青兵4州，拥兵10多万，这为袁绍与曹操的决战增加了不小的筹码。此时，曹操越发感到一场大战将无可避免。然而，他更明白双方的实力相差悬殊。从势力范围看，双方地盘相当，但是从军力、财力看，差距却非常明显。曹操所在的河南地区，经过常年战乱，百姓生活都成问题，哪里还有能力供给战争？相比之下，袁绍所在的河北则经济平稳，地广人众，有明显优势。公元199年6月，在消灭公孙瓒后，袁绍决心利用自己的兵力优势，一鼓作气，铲除曹操这块称霸路上的拦路石。他挑选精兵10万，战马10000匹，朝着黄河以北的河内地区集结。我们剿灭了公孙瓒，气势正旺。此时大军集合，再以潮水之势，一举南下。曹操，定抵挡不住。他立刻调转战车，挥师南下，准备与曹操展开一场决战，目标直指汉献帝所在的许都。从双方实力来看，曹操的失败几乎已成定局，全天下都不相信他会赢。此时认为曹操能够获胜的，除了他自己，恐怕只剩他手下的那些谋臣了。谋士们对大势的分析，都在坚定着曹操对抗袁绍的信心。袁绍虽兵多，但我们并非毫无胜算。他的气度、谋略、军队的战斗力以及德行，皆不如主公。您有这么多胜算，何怕与他一战呢？曹操心里明白，这场大战将是一场压上自己全部命运的豪赌，手中的筹码却寥寥无几。面对悬殊的敌我差距，量力而行，又岂是曹操这样的枭雄会拿的剧本？往往自不量力，才是野心家做事的风格。此时，袁绍在军事上处于绝对的优势，而且他后方巩固，北方的公孙度和西方的韩遂都采取中立态度，不存在后顾之忧，可以全力对付眼前的曹操。然而曹操却没有这么幸运，他手中虽然掌握着汉献帝这张政治上的王牌，但他的地盘却处于群雄割据的中心，四面受敌。在人数上，袁绍带来10万兵马，曹操却不过2、3万，双方差距悬殊。但如果此时退却，把汉献帝让给袁绍，几年后两人的决战仍然无可避免。那时敌我军力的对比，甚至还会进一步拉大。此时，一盘争夺天下的棋局已经摆在曹操面前，但他手中的棋子却劣势尽显，他唯有依靠缜密的谋略，来寻找扭转命运的时机了。
犹豫就会败北。曹操终于押上了不多的筹码，走向了赌桌。想要取胜，他明白自己必须先加快脚步，全力剿灭那些躲藏在阴影里的潜在威胁。其实，早在袁绍调动兵马南下的半年前，曹操已经开始了自己的战略部署。公元199年，他先是灭除吕布，收降张辽，又令手下将领往北出击，占领了黄河北岸的河内地区，同时派刘备南下截击袁术，破坏了袁术想要北上和兄长袁绍会合的企图。11月，他又利用政治攻势，迫使跟自己有杀子之仇的张绣投降，同时派遣使臣安抚了关中刘璋、荆州刘表，解决了后顾之忧。这一年是曹操最为忙碌的一年，他四处奔波，马不停蹄，不仅在步数上比袁绍跑得更快，连运气也站在他这边。占据江东的小霸王孙策，竟然不久后死于一场刺杀。曹操又少了一大劲敌，历史的天平似乎渐渐向曹操倾斜了。就在曹操全力筹备之际，却出现了一个意外。这个意外竟然来自一位老朋友，他在曹操背后插了一刀。刘备，一个谜一样的豪杰。他出道多年，屡败屡战，斗志不竭，可又屡战屡败，终无所归。他投靠过公孙瓒打袁绍，投靠过陶谦打曹操，又帮着曹操打吕布。这还不算他之后投靠袁绍、刘表的事迹。据《三国志》记载，连多次转换门庭的吕布，都评价他是最颇信者。事实上，刘备的颇信与他一心想光复汉室有关。刘备无家业根基，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，只好在各处游走，这才给了后人这样一个印象。但无论如何，当时天下英雄谈起刘备，仍然对他评价颇高。甚至刘备最落魄之时，关羽、张飞、赵云等名将也是死心塌地的辅佐，从不背弃。这就是刘备身上最为矛盾的地方，一个谜。可能是他具备独特的人格魅力，一旦亲身结交，就会被他吸引吧。今日备酒一壶，叫来玄德一起同饮。就连一贯心思深沉的曹操，也被这样的刘备打动了。曹操灭了吕布之后，刘备一度跟随他效力。天下英雄，唯你与我二人。即使谋士们强烈反对，曹操仍然派刘备去截击袁术，此举无疑给了刘备最大的信任。然而刘备才刚离开曹操的视线，转身就刺杀了徐州刺史车胄，抢回了自己曾经守备过的徐州。这件事的起因，据《三国志》记载，来自于曹操手中的那枚王牌汉献帝。汉献帝与曹操的矛盾由来已久，他恐于曹操专横，下密诏令外戚大臣董承暗中招募刘备，刺杀曹操。现在曹操把持朝纲，再这样下去，恐怕天下就不会再姓刘了。救我啊！然而这场刺杀最终因消息泄露而失败，董承被处死，刘备不得不被迫逃亡。曹操这次不敢大意，亲自征讨刘备，防止之后他再给自己制造麻烦。而此时大军阵列前的袁绍又在做什么呢？谋士田丰正在献计袁绍，趁机奇袭许都。
现在曹操就进攻刘备，正是我们千载难逢的好时机。主公千万不可错失战机。你还在想什么呢？这种机会不抓住，我军如何才能得胜啊？田丰着急地举仗基地，而袁绍竟拿孩子生病搪塞，始终不想出兵。当然，曹操没有给他留太多的机会。公元200年农历1月，曹操用兵神速，在1个月之间就迅速平定了刘备的反叛，袁绍错失战机，而刘备则仓皇往北投奔了袁绍，也继续着他谜一样的人设。解决了刘备这一隐患后，曹操终于暂时扫清了周边的障碍，与袁绍的决战一触即发。公元200年春，曹操的后顾之忧终于一一解决了，而袁绍的大军也已经调配完毕。黄河两岸，一场战火即将燃起。曹操和袁绍都明白，这场大战就像两人之间无从逃避的宿命一样，即便艰难惨烈，也必会一决高下。但其实，这样的结果早就已经注定了。两人的羁绊始于抢新娘的少年嬉戏，决裂于对汉献帝的政治判断，终将燃注于未来的这场纷争战火。从玩伴到盟友，再从盟友到对手，走到最后，早已因缘际会，物是人非了。在汉末军阀混战中，他们是最先崛起的两位英雄。在黄河南岸的官渡，一场历史性的决斗已剑拔弩张。群星闪耀，英雄辈出，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。司空曹操祖父中长。公元200年1月，袁绍公开发表了一篇檄文，正式向曹操宣战。这也太狠了吧！袁绍的檄文一经发布，曹袁两方就正式的在黄河两岸紧急调兵。随我击败袁绍，凯旋而归！众将听令，随我出征！官渡之战一触即发。